广西百色的同胞们，你们发的视频我在江苏苏州看到了，我会用我微博的能力去帮你们扩散，希望说能登上热搜，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帮助到你们。1楼的烟完了。抖音。抖音。冇啦，呢次真係咩都冇晒啦，幾辛苦養到啲雞大隻，一場洪水就化成空。阿蓮、阿玲、阿珍、阿敏、阿佳佳咁多位前女友，你哋過年唔使翻嚟啦，今年冇雞髀俾你哋食啦，你哋安心去撈佬度過年啦，好唔好啊？你阿媽個閪。抖音。